120年度推動客語教學，2年自由學教老人言，推動客語教學自由人言，比文期教宗。我哋學教係用嚟上，我哋學客家話唔係學來考試嘅，我哋喺平常時就可以講客家話，講啊咧差唔多就是考嘅個就好，考唔過合派擺，爭繼續就好嘅啊，因為語言係用嚟講嘅，唔係用嚟考嘅啦，嗬。啊，天呢陣我知道我學教當厲害當好嘅事情係，我就真正本英文同客語學變成一種交通嘅工具，全部嘅先生。就感情聲言講客家講英文。以下係先生同學生嘅，越來越順。我希望下一擺我學教嘅學生嘅咩係，做啲學生嘅同學生嘅之間，亦都咩做啲有自我自覺啊！學生嘅同學生嘅之間，咩做啲用客家話來打嘴鼓啊，來講話啊！我知道也係我哋未來下一步希望做到嘅。第三咧，我學教我知道學生嘅當喜歡學客語學英文咧，係因為我學教嘅課程當成次啦。我哋課程希望。四年就會知道學教佢就會上去學，安尼唔單槍咧，佢就學到客語，你做得學到客家嘅文化。因為我哋課程都係先生從小朋友嘅角度來學，小朋友喜歡乜嘅，我哋用嚟教。小朋友都得學到客語，佢都得學到文化。最重要嘅係小朋友出去那邊唔愛輸贏，佢要知道自家當驕傲，我係一個客家人，我自家是生理也客家人利用，我行卡我自家做得俾人家到客家來盡一份力。用，未來人家就大家向下行，因為英文就有一句話講啊 ，Together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，向下行，人家就做出無共用嘅東西。